交通部有统计，今年1月到8月，在全台湾都已经有228人因过路来死亡。民团就批评讲，今年10月这行人交通安全实施条例虽然已经就路啊，不过真侪地方政府也是急放放，这人行道做不够看嘛，无力改进。好，政府机关就应该爱更较重视过路人的安全。 彩色的人行道顶面边仔阁设有唔是交通笋，过路人伫顶面真安全。为着要增加过路人的安全，阁土司伫今年10月设置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，规定各县市爱增加人行道的设置，并且拓宽人行道，真侪过路人拢感觉真安全。现在有涂绿色以后，大家就不太会停。那基本上小朋友走，其实我觉得很安全。我觉得教导他们那个观念比较就是绿色，这就是行人专用的，我觉得这样比较好。 虽然政府机关拢有说相关的措施来保护过路人的安全，不过根据交通部113年1月份至8月份的统计，有228个过路人死亡，其中台中市的死亡人数上侪，有35个人，过来就是桃园市31个人，第三就是新北市21个人。有民间团体指出，虽然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有规定爱拓宽人行道，不过真侪县市的政策拢无统一。中央还有规定了一些母法。 但是地方在实际上执行的时候，会有一些因地制宜的状况。比如说，可能台北市的路宽规定要几公尺，但相较于台北市，其他县市规定可能就会比较松散。除了人行道拓宽的问题，民间团体嘛呼吁政府会当思考提悬考驾照的难度，规定爱定期换驾照，强化驾驶遵守交通安全规定的观念，才会当确保过路人的安全，落实2050年交通人死亡的目标。记者查选柯敏哲台北报道。